Hello，大家好，我是 Lisa。最近有看到有人在传要组团或者是自由行到美国来打疫苗，顺便观光旅游。我觉得这个真假汤啦。娃娃 TV。首先呢，你要进入美国呢，是需要3天内的 PCR 阴性检测报告。而台湾现在每天确诊的人数那么多，你好意思为了私欲去跟人家抢这个医疗量能，浪费医疗资源吗？再说，你能保证你去检测的时候没有被感染到的风险吗？现在台湾已经不是天天零确诊的台湾了哦。好啦，就算你脸皮够厚，硬要去增加检测人员的负担，拿到阴性报告上了飞机，那你能保证你在飞行途中不会被感染到吗？就算你在飞行途中也没有被感染，顺利的到了美国打了第1剂，那又怎样？这个疫苗又不是说你打完当天马上就神功护体百毒不侵不管是什么牌子的疫苗啦，都要打完过2个礼拜之后呢，防护力才会慢慢的上来。那要有完全的保护力呢，是要打完2剂，并且要过2个礼拜之后呢才会有的。所以你只打了第1剂，根本就没有什么保护力。这个时候你就要到处去玩了吗？难道你们不知道美国虽然确诊数呢有降下来，但每天还是有不少确诊数吗？这样子你们玩得安心吗？再说，你们知道美国很多人戴的口罩不是像台湾一样是医疗口罩吗？很多人不是戴布口罩，就是随便拿一块布把自己的口鼻遮住而已。我看过最扯的呢是这位老兄，他居然拿那种包装用的防撞气泡膜来当口罩，真的是有够天才的。所以说啊，如果万一不幸你在美国被感染，你是要在美国花天价的医疗费治疗，还是要回台湾呢？问题是回去台湾也需要3天的 PCR 阴性报告，所以如果被感染不就拿不到，也就表示你在康复之前根本就回不去了吗？那再来是那个行程后，我看他们安排的那个行程不是去 Las Vegas 就是在 LA 附近玩，去 Las Vegas 不是去赌博就是去看秀嘛。你只打完1剂，你敢去跟大家群聚娱乐吗？再说，美国现在这边很多的游乐园，包括 Disneyland 跟环球影城，都有要求要提供打完2剂的疫苗，并且要过2个礼拜之后的证明才可以去耶。所以说根本就不用想说要去游乐园玩。再来，最重要的一点是，难道大家都没有在看新闻，不知道美国现在排华很严重吗？很多华人走在外面呢，就无故被打，严重一点的呢，都有上新闻。其他还有更多的是走在外面就无故被叫嚣的。我在我们这边当地的华人社团呢，就有看到有人说，他去超市买东西，出来后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就是拿了他的东西往他的车子方向走，就有人对他大喊说 "Stay away from me"， 而且还拿推车作势要撞他。另外也有人去爬山，被拿着登山杖指着要他让开，滚远一点。这些事情呢，在我们这边层出不穷啦。而且别忘了美国很多人是有枪的哦。我现在出门呢都不敢带包包，而且随身携带这个辣椒喷雾自爆。这样说完，那些在考虑要到美国来打疫苗的人，你们还敢来吗？途中不仅有被感染的风险，而且还有被排华的危险。难道大家不知道观光客很好认吗？脸上就写着我是观光客。美国人现在对华人就已经够讨厌的了，再看到亚洲来的观光客，不打你打谁啊？所以说啦，真的没有必要冒这么大的风险跑到美国来打疫苗。再说了，疫苗也都陆续要到台湾啦，所以大家在轮到打疫苗前呢，可以做的呢，就是把口罩戴好，勤洗手，不要乱摸眼口鼻，减少出门，不要群聚，这样就可以有效的防堵病毒了。这比大老远跑到美国打疫苗还要安全的很多。我过去1年来在美国就是这么做的，也一直都很好，没有生病。就算是现在打了疫苗也是一样的，出门戴口罩，勤洗手，少出门。我们并没有因为打了疫苗呢就不戴口罩开始出去群聚了，因为打完疫苗不代表你不会被感染，也不代表你被感染之后呢不会再传染出去。打疫苗呢只是让你比较不会重症死亡而已，这就是为什么打完疫苗到台湾呢还是要再隔离2个礼拜的原因。再说啦，台湾现在疫苗还没有打很多，也还没有到群体免疫的时候，所以就算你打完疫苗回去，也还是要继续戴口罩、洗手，不能群聚啊。虽然这样说啦，但我并不反对那些要到美国留学、工作的人，或者是那些当初回台避难的人回到美国来打疫苗，因为这些人呢是必须回到美国生活的人，而不是旅游。所以呢，他们会比旅游的人呢有更高的几率呢会留在家里，不会乱跑。
况且美国现在也疫苗过剩，所以如果有更多一点人可以打到还是好的啦。但特地跑到美国来打疫苗旅游的人就不必了，因为这个时候不适合旅游，而且还可能会造成另外一个破口。所以说啊，真的有必要花这么多钱冒这么大的风险到美国打疫苗吗？大家可以自己思考看看。我是 Lisa，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或觉得有帮助的话呢，不要去帮我按赞加分享。还没有订阅的朋友们呢，也不要忘记帮我下订阅，然后记得打开小铃铛哦。另外呢 ，Lisa 的会员制度也已经开始了，也欢迎大家加入来给我支持一下哦。另外呢 ，Lisa 也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 也欢迎大家来给我 follow 按一下赞哦。好，那我们就下次见啦，拜拜。